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这个武汉肺炎哦，台湾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定诊断这个案例，是案例第27号这个老大人的看护。另外咧，这个调病这个外籍看护，甚至有去第2间病院吼来去做看护啦吼。即阵无排除有院内这个感染吼，指挥中心嘛开始提早来因应讲探病这个人数限制伫2个人吼。另外咧，对这个清洁人员还是讲这个外包人员，拢总有做一寡这个限制。另外，咱讲到3月小妈祖到底也要办无啦吼？这个要紧要办无？咱讲大家定的，这定咱讲的这个董事长严清标伊就讲哦，缩小这个规模啦吼。但是咧，嘛讲哦，这个球搁塞互中央来决定。那讲中央卖办就卖办吼，但是这内政部就讲爱有延期的这个拍算，但是无正式来禁止啦吼。其中这考量甲暗算到底是啥物？另外咱讲到日本、韩国疫情咧小团搁扩大啦吼，是毋是伤过亲中所害咧？啊，东京奥运到底要办也是唔办？啊，韩国疫情安怎要来收煞？今日好好啊，拢来讨论。台湾新港界国际新焦点，今日继续来讨论到咱的武汉肺炎。首先，咱先邀请到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前卫生署长涂胜铁。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台北市信义社区大学这个韩语教师肖佩君。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传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所以，咱等下嘛邀请到吼，咱韩国倒来台湾这个学生啦，这个徐小兰，咱透过连线来甲伊做一寡访问。首先，咱要来邀请到署长啦吼，来甲咱讨论一下，就是讲咱台湾个新增加一个案例啦吼，尤其这个案例，咱头都有讲到，可能有这个院内感染的这个可能性啦吼。咱讲第27个小团这个人数已经是6个啊，连伊包含在内吼。另外，咱讲到第31个，尤其是11岁这个学生囡仔尔吼。啊，咱讲到这个看护，尤其佫有去第2间病院啦吼。啊。追踪了后，咱即马 CDC 讲要去做一寡这个追踪调查啦吼，看这个疫情是毋是有看起院外，还是讲这个院内可能嘛有这个感染的可能。是，咱这个防疫吼，上重要就是讲第一步自觉在外，吼，卖回入来。啊，这部分因为这个苏贞昌院长比 SARS 迄阵咱有学着经验嘛，所以算真紧，就讲武汉的湖北袂使入来。啊，真紧就讲啊，中国袂使入来，啊，港澳袂使入来，所以这个动作吼，因为真紧，所以大部分拢会当卖回入来。但是我有当落完水，会加减入来啦吼。但是好在咱即马为主，拢是家庭感染。这边吼，这个看护，那广义来讲，应该算院内感染啦。小看院内感染。可是院内感染，当然不是院内爆发成那个集体感染，不是，它还是。院内被病人感染嘛，所以这点哈是还好，就是因为他知道是被谁感染，还可以再查。另外一个，以接触者佮交其他小工进一步去查。啊，伊若准去另外一间嘛是爱开始查。所以咱即马还是在可控制、可调查的范围。调一个。尤其是韩国，啊，都唔知要怎查，几万个啦吼，啊，几啊千个啦吼，刚才发现有几千个，就要做检查个维护啦吼，所以这个无共，当然咱防疫的资源会愈来愈吃紧吼，所以这个时阵吼，我们要开始有讲，学生囡仔要开始读册啊，啊，学生嘛有一个感染嘛吼，啊，即马这个看护嘛感染，这是不是吼？从这个我们防堵。慢慢要走到第2步，要开始注意讲，会开始院内感染，还是要开始社区感染的可能性。如果万一无法度通拢懂，过来要安怎？该开始来从长计议了哈。所以过来要安怎动，就是讲这步咱看，这阵已经有这个学生囡仔，和这个27案的这个所围着啊，32案这个看护，尤其咱头先讲到有第2间病院啦。咱先来听讲，这个陈时中部长伊下晡是安怎讲的，先做回来听。是在27哈，案27，好，我们又衍生了案32。好，按27里面哈，它里面除了家庭里面，好，大概就多了一位哈，他的一个看护，好，他的看护，好，在医院里面的看护哈，那第32案，
好，那现在相关的疫调我们也在展开。好，那有关这个看护哈，他的行踪可能会比较广泛一点。好，现在我们在调他一个相关的一个足迹，好，那做进一步的疫调。那这伊朗，我们因为他现在情况死亡的案例哈，也一直在增加，虽然的个案数没那么多哈，但是相对的属于相对的严重，好，所以我们也宣布哈，在伊朗我们升到第2级来。这个疾管署哦，因就讲到，就是讲要超前来部署啦吼，就是讲这个分配这个原则吼，伫病院内底都要按好势，真惊这个院内这个感染是安尼规个这个摊开，规个这个爆发开啦吼。咱嘛知影这个大型这个活动其实爱禁就禁啦吼。咱知影总统蔡英文嘛宣布就讲啊，这个526这个就职这个活动吼，相关的这个工课。这个防疫优先的526这个就职，袂有这个大型的群众活动啦吼，所以这个总统已经在视着安尼这个部分。另外，咱上关心的就是这个大家订难讲这个问题啦吼。咱讲这是上大规模伫台湾牵线啦吼，这个高岗8暝这个活动啦吼，340公里以上啦吼，啊参加的人话人讲200万至340万人，遮尔啊侪。啊，咱讲食食的这个问题，还是讲这个药件这个问题，今仔日这个咱讲飘哥啊吼，伊是讲。这个缩小规模，但是咧要禁的这个部分吼，就是爱中央来禁啦吼。这有啥物问题所在？这我嘛捌去参加迄啦吼，啊嘛是伫遐斗光桥啦吼，所以我知讲迄是有够济人的啦吼。咱台湾人对这个妈祖吼的信仰是，他们讲是足普遍，啊，大家足虔诚啦吼。所以吼，这边吼为了这个代志吼，这个阿彪啊吼，彪哥伊讲讲好啦。杀互中央啦，中央你若讲袂使，我就袂使啦吼。这当然后壁有一寡政治的思考，啊，加经济的思考啦吼。一般这上重要是为着讲伊的选票嘛吼，当然伊无啦，因囝的选票啦吼，啊，交讲这个钞票啦吼。因为办这大型几啊亿，听讲几十亿的吼，敢若食面啊啦，安排活动啦，拢早早就共签约，拢签嘛啦吼。这个部分要安怎？所以伊就要骑虎难下，伊感觉这一定爱办，但伊会惊袂？会惊，所以讲要缩小规模，但是伊会惊啦。哦，伊嘛惊讲发生什么代志啦。但是吼，啥话一定要办呢？就是头仔讲经济啊、政治的理由，想要互中央去担责任啦。啊，这中央真歹担责任，你若甲讲讲袂使，虽然法律上是 OK，无可能讲违法，但是吼感情上。大家一定骂嘛，啊！你甲禁这害我一定想要弄一个桥卡，我都通今年祈福，较好较福气一点，哦，赚一寡钱咧。啊！你讲袂使，中央互骂死。啊，当然中央嘛毋晓讲无你吼，演一个暂缓办理啦吼哦。啊，妈祖婆应该是看到这个疫情，应该我会同意啦吼。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咯，这个是讲啥物人要负责任啦。他们讲。阿彪啊，彪哥啊，伊若准讲无爱互即个，伊家己无爱负责任，但是吼，伊全拢无去请示即个妈祖婆，即嘛对妈祖婆无礼貌。啊，另外一个，伊若准讲伊办落吼，即款足侪县市诶庙事拢无爱去参加，啊，当人少少伤济，啊，你嘛互妈祖婆小可闹开呢。啊，有影。啊，万一若准讲，伊讲啊个妈祖婆保庇个袂着病，啊，到时吼，一礼拜行了吼。一礼拜了，开始发现有几个感染，是啊，你说互妈祖婆讲有去过有保庇，佮袂着，到时这人你毋是讲互妈祖婆吼，说现妈祖伊不义咧，不义啊！你讲袂着，啊，佮有人着你，啊，这啥物人要负责？当然，伊即马讲杀互中央负责啦。我感觉这是毋好，当然要有时间通观察，因为要3月19，要有3礼拜的左右啦吼。佮观察一个较讲，但是若阵万伊要决定吼，我是感觉讲吼，嘛袂使讲拢总互陈时中，还是讲互即个内政部来做即个做即个决策，然后较互因负所有责任。你这办即个活动，你家己你办的人嘛爱负一点责任啦，啊无嘛互妈祖婆负一点责任啦。所以我是建议讲安尼啦，无即个标哥啊吼。伊吼啊，交台中市政府市长也好啦，啊市政府人啦吼，是2个人拢去跋杯，啊无若种无叫防疫中心啊出一个也无要紧啦。是，你先嘛做去跋得着啊，先来决定啊，先来负一了责任啦吼。啊，若3个人跋杯，讲这足重要代志，因为
遇到这个遮大代志真歹势呢。你若讲赞成，甲因指示继续搁要办，啊无你三个想杯，哦，啊我拨三个想杯，伊也拨三个想杯，啊伊也拨三，哦，三个拢看到这个神吼妈祖的指示，我是爱继续办，无问题，我会保庇恁的健康，啊那安尼去办，啊那安尼。当然，神有来指示，逐个人去分担责任。啊，莫讲拢撒到中央去，我当然撒到中央有一个好处啦。中央叫我莫办呢，啊，这预算吼，我本来先纳的钱啦吼，定金啦是有诶无诶啦，遐要罚钱啦，什么迄个去做中央，迄甲我无关系，安尼就对啦。所以我看是安尼啦，这是讲啥物人负责任的问题。但是咱较严肃讲者，这是健康问题。有影。新天地这个基督教会，啥会？引起遐大的产业，即马一日100个、200个咧增加哦，毋是新的增加哦，这是共迄个时阵感染的哦，是前有期无共甲出来安尼尔，所以是做一遍个几啊百个、5、600个以上同时感染啦，像因的密集，啊个时间长，啊当然这个教会活动可能接触往后较济，会幕然后来去变数摸来摸去好，一下子感染几啊百个。啊，因的拥挤度要无咱呢？咱遐都捌啦吼。当然，咱种挤做伙啦，都暗时个食饭个时间搁较长，都困嘛做伙啦。时间哦八暗啊。是，虽然讲咱这个顶南宫有做一寡规定啦，亲像讲袂当弄脚卡，是讲袂当去蒙脚啦。弄脚卡颠倒无讲去咯，当然去蒙脚有。但暗时食食交去上厕所是便所，啊便所来蒙来蒙去，这颠倒危险。有影，所以哦，我感觉讲这边吼。应该按照内政部讲，啊，无恁思考一下。是。那马祖无讲较慢一点无要紧，吼，较袂遐惊呀。是。哦，安尼咱个暂缓一下，啊，各来思考，安尼可能较好。是啦，咱讲这内政部伊就讲啊，真正爱看到这个疫情啦吼。伊讲爱有这个延期的这个拍算，但是咱讲飘过来，伊头拄嘛讲着吼，个卫福部伊是专家啦，咱先来听讲飘过来是安怎讲的。大批信众共送大甲马起价，一年一摆台中大甲马交警活动，今年会伫咧3月19举行。不过，即阵当时武汉肺炎防疫的时期，外界烦恼交警活动会互防疫破功。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间青标26透早宣布，交警活动会缩小规模来办理。不过最后是毋是会如期举行，也是爱遵照中央的指示。疫情防疫管理，卫福部是专家。卫福部要做出专业的判断，让所有公庙有所遵从，不能任由网络带方向，制造不理性的谩骂，伤害大家的情感。伫今日大批民众组织的疫情更较严重，镇南宫取消1300桌的起价宴，马祖之光暗会也有祝寿大典等等的活动，也捐3000万予中央公要强化防疫的工课。啊，若有要我200年历史的白沙屯马祖，定3月24要起价去婚林北港调天宫进香的活动，立方表示会如期举行，不过沿路会安排消毒车替经过香客消毒，一路防疫到北港。我们的政府把这一次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才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啦。举办还是要办，除非说政府你有封城的打算，那我们当然要配合他的政策。3月小马祖即阵因为防疫的作业，真侪公庙拢取消或者是延期进香相关的活动，表示一切遵照中央防疫的规范，建议信众该去庙的参拜，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王龙涛、阿明进电视台中台北报道。咱讲我们若是大家镇南宫吼，啊嘛是这个白沙屯的这个妈祖嘛是同款啦吼，嘛是要做伙来去做绕境啦吼。但是疫情的这个考量，咱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咧，香港的咧嘛是因为这个宗教活动吼所引起的这个疫情，安尼断开啦吼。继续咱搁请教咱的这个老师啦吼，就是讲咱看到韩国这个新天地这个教会啦吼，伊互咱啥物启示咧？尤其咱讲吼，这个因的这聚会啦吼，真正是安尼每礼拜可能有6天拢聚会啦，尤其因这回。佫是这个超级团报价啦吼，这个人佫去甲这个首都来去做一寡交流啦吼，所以疫情这样呢，就这个短久啦吼，安尼直接拖起哩。是，好，我会使甲大家讲一个数据吼，比如讲，伊这31例吼出来，伊是2月18号出现的，18号到即阵才第9天，本来是31例，怎么变1146例？有影，嘿，
8天、9天以来出现增加1100，超过1100例。是。其中有8成拢是集中在台区、甲庆尚北道，吼。而且大部分拢是新天教教会的教徒。是。吼，这讲，吼，甲咱讲一件事实，就是讲群聚的感染的危险性。所以你安怎看这大甲妈这部分？我是认为讲，因为因这阵嘛还佫有名单哦，只是讲因迄教会吼还未提出名单，伊20几万伊是有名单，啊因阵嘛韩国政府就是讲用迄个因为一个特别法，吼伊就讲要求伊爱交出名单，啊毋过大甲妈。咱是不特定人哦。有影，你倒一个县市来，你唔知影这人群是对倒来。对，你要追踪的难度是足悬的，迄个规个发散，所以我感觉爱慎重考虑。有影啦吼，咱讲这个庙事啦吼，若要取消这个活动还是延期，这个拢有做考量。咱看这个定南宫这个部分，头拄有讲过，啊，咱看到亲像这个中大的先师啦吼，主祭啦吼，这个佛光山，这嘛是讲吼有的这个活动吼，也是讲神修啊、法会，这拢已经全面来这个暂停啦吼，这是这个佛教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这个有的人，佫是这个亲像佛光山这啦吼，嘛是鼓励信众伫咧山顶吼，就是网络啦吼，来做一寡这个祈福等等这个活动啦吼。透过咱即阵有这个网络这个部分啊，毋过咱讲到大家定南宫这个部分啊吼，宗教要紧，伊本地就这个风险伫咧。啊，咱头讲过去这个。大甲妈，这个绕境唔是唔捌停过呢，咱继续请教咱的吴教授。我谢谢，我是鹿港人哦，鹿港嘛是有妈祖啦。妈祖嘛是阮的哦，是，我是阿飘的。但妈祖是台湾首领。信用。啊，无你拄也有讲诶，历史上吼，妈祖出巡吼，妈祖出巡嘛有停过。是。伫1923年哦，差不多咧100年前吼。4月的时阵，台湾就是申报留一个记，阮有看到报纸有写，迄是北港的妈祖，吼，伊时阵妈祖嘛爱出巡，但是已经有脑干的时阵，就后来就出巡就停啊。所以历史上妈祖嘛出巡嘛有停，抑佫有几个例就是讲，我有记得有一本册叫《文艺》啦，就是法国的文学家卡缪写的，卡缪写的，伊讲吼。拄则阿飘有讲，信妈祖就妈祖来甲你保庇吼。内底册内底吼，阮伊迄内底有一个神父啦吼，伊信耶稣啦吼，伊嘛讲文伊来啊信耶稣，伊会当帮助我，莫着文伊，但是后来伊嘛是着文伊死啊，所以讲我是讲即个嘛爱人嘛爱信啦吼，有个阮人会当做的代志，阮着爱家做好，啊神会带一个人甲阮做好的代志，阮爱阮信妈祖，毋是咧甲阮保庇阮健康，健康爱有医生，爱有公位的学者来甲阮讲要安怎做，毋是妈祖来甲阮讲安怎做。有影啦吼，这个吴教授讲得真好，也着人也着神啦吼，所以咱讲这个考虑真正袂当时间啊，这个互中央去决定。吼，啊，这个咱庙事若是讲啊，看到这个疫情的需求，啊，你若是尊重妈祖，其实拢是爱考量入去吼。咱嘛讲到这个章吼，通过着这个疏困条例第7条，其实都互中央疫情指挥官的这个中心吼，会当来取消这个大型活动啦吼。毋过这另个这立委是无建议讲啊，随来启用这个第7条啦吼，是有啥物考量？咱先做回来看。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拖，大家嘛市警还是决定照常办理。那一种民定经济办理，卖配合。不过29才通过纾困特别条例，第7条指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因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会当实施必要的应变处置命令，或者是措施。也就是讲，疫情期间，互指挥中心优先的指挥权，决定是不是取消大型的活动。可能指挥中心也必须要给予建议啦。但是我认为特别条例的第7条，紧急的应变跟措施权不要轻易动用，现在还是以建议为优先。我相信各级政府不用到指挥中心，应该都会建议说他们要考虑暂缓了。不过，民进党立委陈文平无建议随动用第7条，建议表方搁在考虑，无继续办恐惊有证据。国民党团总调林维洲认为中央指示应该明确，赶紧定出统一标准。我觉得越明确越好哈。到底可不可以办？因为现在老百姓都在看防疫指挥中心的一些建议跟决定。如果这个
防疫指挥中心没有表示特别的意见，那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可以办嘛。中副总统赖清德24日面写发文，代表方爱好好评估，也就是考虑分两阶段进行，但疫情结束了后，由表方请示马祖，另外选地址举办。台湾公共卫生协会嘛发出声明呼吁，政府甲民间单位应该考虑疫情，自发停办大型活动，避免大规模的群组感染事件在台湾发生。大家嘛，社警敢要继续办嘛考验新实施的纾困特别条例。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这个第7条吼，南洋立委是认为讲哦，中央应该指示更较明确一个吼，爱紧定出这个统一的这个标准吼。但是咱有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对这个绕境也是无啦吼，因为风险的这个看法，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咱看到这个民进党副总统哦，这个当选人赖清德，伊讲会当分两阶段去进行啦吼。原定这个本早就有的这个祈福仪式开始照常来举行，这个绕境呢，等待疫情较结束了后，才又来请示着这个马祖啦吼，佮选着期间，佮来佮举办啦吼。另外，咱民进党秘书长这个杜英泰啦，伊就讲吼，这个绕境啦吼，先甲大学停啦吼，绝对毋是不敬这个行为。咱看到新北市这个南洋这个市长吼，侯友宜伊是讲说，大型的这个宗教活动爱用个案来评估啦吼。咱看到伊讲哦，共同的这个食室啊，大的这个所在，拢是小教会啊，尤其咱接触遐尔济工吼，无合这个时间来做其他举办吼。咱看到用着这个第7条这个条例啦吼，咱讲到这个关闭令吼，伊是讲着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着防治甲控制疫情的需要吼，爱实施啦吼，有这个法令伫咧遮啦吼。但是咱头拄仔嘛有听到，咱这个郑云平啦吼，这个立委伊嘛有讲着吼，其实莫随用这个第7条。咱司长安怎看？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吼，咱这个要做这样代志，一定要有法律，这样法律唔是问题啦。这尤其即马这个条例过吼，事实上第7条绝对是可以使用，当使用啦。但是咱是爱尊重大家人感情，伫这情之下有影是两难啦。所以吼，靠政治思考的吼。比如包括赖清德，还是或者因拢会讲说安尼，可能暂时是比较不适合。但是会使分阶段。你讲，你即马阵讲多好咧发生大代志，你请人客慢请请。但是结婚吼还是可以去登记结婚啦，安尼啦吼，类似安尼吼，还是讲。这原本的这个祈福仪式继续去做，但是讲这大型的要求。但迄个祈福嘛是爱尽量少，就是讲阮知影这现在甲你报告安尼样。像那些所谓大型的吼。咱即个大型的，咱因即话讲，你去决定啊，讲若准封城，阮当然无办。啥要封城？封城上大的目的就是减少即个大家互相的接触，因为疫情会传开，拢是因为密切接触，尤其这边迄个中国迄个韩国迄个新天地基督教会，应该告诉咱讲，这个是吼。就密切接触，咱台湾到目前为止家庭情绪感染，也是拢是密切接触的，所以这个密切接触才是重要，不是讲伫室内还是室外。所以你即摆是讲封城，我可无办。封城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密切接触，伤侪人斗阵，伤久的时间。所以伊咧讲这吼，表示讲因也唔知影讲是安怎。要封城的目的，伊刚刚讲我你若封城，我卖办，唔是安尼，这是为着卖互恁内底的人发生传染。当然，即马也有人讲一寡政治性的啦，吼，讲说不定即马中国有足侪人顺便把病毒带回来啦，吼，这当然一半是黑白讲的，一半是开玩笑讲的，但一半嘛有可能真的，因为啥？即马足侪感染的人，伊若真身上带着病毒，事实上迄是最好的。生物恐怖战剂啦，因为家己个袂去病啊，但是若是到位去网去线是足危险的，即若种有鬼啊，有台上入来，我去祈福，到时候产生传染，更麻烦。所以这个部分吼，我是感觉讲，当然我头是讲，无互神来决定来跋杯啦吼，你若跋3杯，拢上杯；你若跋杯也上杯，跋3杯上杯。疫情中心，也感觉讲没有问题。迄个。台中市长也个是防疫总指挥嘛，因为讲没有问题，过来就是讲，严清标因跋杯，是若讲无问题，若安尼吼，对感情上较好。大家讲咱神哥讲无问题，安尼个较好，若神讲跋袂出来，讲这神吼，
无同意吼，照实执行啦。吼，表示讲，这个妈祖是体恤众生，嘛爱护咱的健康，所以嘛感觉讲伫这个时阵，我无要同意恁照常执行，我无要同意恁照常执行，意思讲就是变做内政部讲，无恁吼提出延期的计划，这个中间要3礼拜，所以大家去看观察。如果说韩国越来越厉害，或其他国家越来越厉害，这不是不可能的。像这张吼，就是这个疫情发展，全世界吼被中国害的已经减少了，这不对，因为红色的可是中国传出来的，但是绿色的一直上去，表示每个地方都在发生很多疫情，当然韩国想这，表示各地都还在蹦蹦蹦蹦，还在疫情严重哦，所以不要说好像说真的下来哦，哈，只是从中国出来的下来而已，所以这个时阵哦。咱更要小心，不然的话，咱认真照顾防疫那种崩盘，我想人心会非常非常的恐慌，所以这可能爱请这个中国界的人吼，爱认真去思考。大家妈祖嘛，唔是，就到讲妈祖嘛，唔是讲恁遐有尔，到位嘛有，嘛有足侪间庙寺嘛讲啊，阮即嘛吼有请示过妈祖也好，阮有感觉讲这个时阵是。咱的信众的健康上重要，那安尼拢停啊！你若只停，到时足少人去参加这，嘛是闹亏。所以，大家人的妈祖做一群吼，去问清楚，很多妈祖投票表决，不要紧，安尼个对啦。咱继续要来请教吼，咱要来连线啦就是讲，其实咱头拄有讲到这个韩国这个案例啦，是安怎韩国拖遮紧？咱这个韩国这个部分嘛有对着咱台湾伫防疫这块做真好啦，所以自这个咱讲大甲妈这个人是真正这个疫情破去咱讲咱是这个防疫的模范生，可能就会出问题啦所以咱要来请教到咱伫线顶的这个戚孝兰伊拄好伫咱这个韩国9个月读册结束啦26号就是今日才打转来咱讲对着韩国这个限制27号来到伫徛街隔离14天啦咱先来请这个小兰你小甲咱介绍一下，咱伫咧即个韩国期间看到因自过年期间，其实防疫的概念也无真标准啦也无真即个完全啦但是咱看到啥疫情会安尼烧炭遮紧的。我想讲大家好我想讲即摆我所在我位置是这边，是这边这边是大田，地区是这边，但是这边是上严重的所在。对我感觉讲韩国人他们其实就亲美人像刚刚教授讲的，因为密切接触就这，再过来他们的聚会，那宗教相关的聚会嘛就这，所以这才会造成他们感染比较严重的部分，这是。第一点就是讲过年的之前的时阵，那时候一天大概2个病例安尼出来那时候他们的重点就是我先把中国学生先管好那个时阵是讲中国学生入境的时阵严格的检查，中国人嘛严格的检查学校这边嘛是同款，就是讲你从中国回来。问韩国这边我严格的检查，你就是过年回家，你就会全部14天拢不要来学校，全部好了拢卖来结果大家又想说，起码按呢走应该就可以了没有像大邱事情一爆，一下子跟他龟巴掌安呢一管安呢哇就。大家就开始从大概上个礼拜开始，口罩这口罩基本上你根本就是买不到。有影，咱看到韩国这种这个喙安之乱啦真正是对我昨伫咧上学的时阵机场才看到这种中国人自己也是在机场也是买得很凶这样子，对。现在他们也只有这种布的了啦。
用这种布的东西，是勉强来撑一下这样子。所以咱讲吼，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韩国伫26号开始限制这个韩国的喙炎出口啦吼，因为咱头头嘛听到这个小兰伫咧讲啦吼，就是讲喙炎真正排队比台湾搁较长。啊，其实苏贞昌又讲啦吼，爱学咱台湾这个徛名者，啊，真侪韩国的网络的这个朋友，伊嘛讲着吼，真正学咱这个台湾的这防疫。另外头拄啊，这个小兰嘛有讲着吼，这个中国的因素。真正是因为无限制到这个中国旅客啦吼，所以疫情可能伫遮出现这个破口的这个所在。另外，咱嘛有讲到吼，这个韩国即阵也有这个人数吼76万人的这个部分啦吼，拒绝来联署着中国人唔好入境到这个韩国。你有看到因这联署的活动到底是安怎进行的无？联署的活动是，你有看到这个情形无？联署的活动，嘿。啊，有新闻顶有看到，然后就是讲拒绝这个网络嘛就直接说不要让中国人再进来。他们甚至有人在那个光武门那边抗议。是，所以伫这个首尔那边抗议的。咱嘛知影韩国这个民族性真强，然后对中国这回，真有够强。所以因对疫情吼反中的这个情绪敢有出现呢？有出现哦。我伫那边，如果我没有说我是台湾来的，他们真的会把我当中国人。啊，所以这个语言的问题，互因听到，因会感觉你当作你是这个中国人安尼。中国人安尼，就所以我拢会甲别人讲我是台湾来的，歹势，我是台湾来的。你甲伊讲，咱台湾防疫即个做真好。对，拢会强调这点，台湾安尼你较安全安尼，他们会这样想，嘿，也安尼想安尼。其实咱搁请教小兰上尾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其实你有去看到，因为这回咱讲到这个韩国这个新天地这个教会吼，你有去看因这个新兴的这个宗教这个问题，大概是啥物情形？有是就像讲韩国吼，天主教、基督教。就济，所以我伫咧阮所在大典这边，那个教会吼，大大小小有够济，真正有够济。我曾经有去听过1、2次，他们真的就是很积极，就积极，就是讲你只要你来过一次，他马上就是一个韩国人，就是对着你一个，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就是对着你，然后就是会鼓励你一直来这样子。对，非常非常的强，足强的安尼欲望，就是希望说你来参加我的教会安尼，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所以他们那个力量真的很强，他们会在学校周边到处传安尼。所以这嘛是可能。这个因的这个民族性啊吼，讲这个新兴宗教对这个可能疫情的这个控制无法度收束嘛，是一个原因伫啦。我想这嘛是个问题啦，对。有影，咱今日感谢小兰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老师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韩国这个问题到底是啥物？咱讲武汉肺炎，咱先讲到这个全球疫情，咱这张图会当看到韩国伫咧这回。1146例啦吼，死亡人数已经是10几例啊吼。这个部分韩国直接增加，咱看到其他欧洲的部分嘛，其实有咧烧炭起的这个部分啦吼。咱今日嘛针对着这个伊朗这个部分啦吼，95例死亡16例，对伊提出着这个理由升级这个部分啦吼。讲到韩国这个部分1146例，这代表是啥物？咱头拄嘛讲到，伫咧这个数字，伫咧过年前后无偌久。这个数字是安尼，砰一下就起嚟啊吼！咱头拄嘛有讲到，伫2月26是1146例啦吼。咱讲头拄地区这个地区啦吼，这个大邱大区这个地区，咱讲有这个庆尚北道，也有944个人吼。这个上大多数的人拢来自这个新天地这个教会，有其他就是受伫这个精神病患吼。咱头拄嘛讨论就讲，韩国疫情爆发的可能是无禁止着这个中国观光客啦吼，卫生习惯。无像咱台湾做甲遐尔普遍啦吼，团体主义、教会信用，这拢是真重要，可能是爆发的原因啦吼。还有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大家拢做伙食啦，这个部分，咱阁有看到，其实头拄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精神病患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有诶是伫台湾的媒体看无即块啦吼。老师，你伫这个韩国媒体看到啥物信息伫咧？其实。迄个精神病院吼，大家讲到的部分是较少啦吼。毋过迄个精神病院吼，伊做嘛是甲新天地教会是
看起来是有关联啦，因为迄个伊的新天地教会教主因的阿兄是伫迄个病院过身的，哦，伊过身进前是讲有细部的一寡镜头出来，吼，毋过即部分佫伫还佫无确定啦，毋过伊个精神病院来讲吼，伊即马有超过100个是伫遐发生，而且伊差不多90几个是精神病患，剩的拢是医护人员。伊即马因为伤集中啊嘛，所以伊即马变成讲迄个病院内底，伊内底有迄个疗养老人院，甲迄个精神病栋，伊甲迄个病栋迄栋隔离，讲迄边就是爱集中伫遐。毋过伊若伫遐的时阵，伊其实医疗可能品质袂讲介好，资源嘛无够济。对，佫一点就是讲医护人员即马无够，因为别位所在佫调医护人员过去，这会造成医护人员的压力真大。这个处理是非常无人道的啦。我是感觉讲，因为伊本来可能精神病患平常时就是环境无好，伊迄病栋应该是环境无好，大家可能是几多人住一间，所以我嘛是感觉讲社会嘛是爱注重讲一寡生活条件较无好的地区，遐嘛有可能万一传染病爆发的时阵，迄个所在是真有可能会爆发迄种群聚的感染的情形。所以我感觉讲，迄个问题即嘛佫毋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啦。毋过我感觉讲，迄个问题是会使咧后续来做研究的部分啦。就是讲这个病院啦吼，这个老大人为主啦吼，因这个精神病患较侪这个部分，可能是群聚感染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一个一寡生活条件吼较无好，社会这个部分吼，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爆发的危险？这嘛是爱注重的。有影，咱过来看，带大家看讲吼，这个韩国疫情，这个感染源头，就是咱头拄讲的新天地教会，甲这个大南病院啦吼，头拄这个大南病院这个部分，就是这个精神病为主啦吼。这个新天地教会哦，其实吼，咱讲到伊的这个现任的这个教主是李万基啦吼，伫咧1984年来成立的吼。教会官方讲有这个24万的这个信徒，咱昨嘛有讲过啦吼，这20几万的人吼，即阵拢爱验病毒。到底是有啊无啦吼？伫地区这个地区咯，都有9000外人吼，和这个基督教会上看较这个另外较极端的这个教会这个部分啦吼。因头拄嘛讲到吼，因见面这个一礼拜有6天以上啦吼。聚会时阵拢坐伫这个涂骹内遮烧活咧啦吼。另外咱讲这个大规模事件了后咧，这个甚至是这个教主啊吼，透过手机甲信徒讲吼，内底即回是这个。并这个有魔神啊吼，伫新天地内底啦吼，伫遮真请起来吼，所以甲这个命令信徒协助当局这个调查吼，这个对咱讲韩国对这个新兴宗教，因家看做是较无好的一个宗教吼，有安尼看法是？即嘛因为伊迄宗教吼，伊是较秘密性吼，伊秘密性真悬，就是讲因较对外较封闭的吼，较无讲真公开的吼，若是即个部分，当然伊个即嘛，比如讲一般的人吼，伊若较无信宗教的时阵，伊会感觉讲真容易即种宗教会互人打标签，有呀，嘿，感觉讲神秘，佮会用一个邪教，吼是而非，韩国是叫做是而非，似是而非，似乎为是，吼。用这个吼来称呼邪教的部分，主要是讲，我感觉是讲因无公开，吼，大家无了解，若无了解的时阵，可能会较有一寡误解。毋过因为即摆伊个发生这个感染的情形嘛，所以变成讲大家吼负面的情绪会搁较强烈。吼，我感觉讲本来宗教是自由啦，毋过你若讲影响到社会时阵吼，你可能这部分你就要被迫要去公开一些资讯，吼来。帮助讲社会来做防疫的工作。有啊，咱除了讲这个宗教以外，这个精神病院以外啦吼，咱今日嘛看到这个韩国的总统文在寅然后嘛去到地区这个地区，但是咱看到这地区的地区，伊讲真正歹收煞啦吼，就是讲。甚至伊的这个秘书长、副秘书长啦吼，甚至嘛有这个喂到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毒，咱先来看讲韩国是安怎处理。日本咧，因为这个东京奥运哈，这回日本这个疫情嘛是收袂掉。咱头拄有讲到，这个日本伫咧这个会啦吼，100七例，还有这个选召公主号，对日本奥运的挑战是啥？咱先做回来看。庆祝5月外头，南韩总统文在寅到大区医疗中心视察防疫工作，佮向医护人员说多谢。코로나19 전담병원으로 이렇게 최일선에서 이렇게 방역 역할을 해주신 것에 대해서 아주 감사드립니다. 그리고 또 많은 의료인들이
이렇게 자원해서 우리 감염병을 막아나는 그 일에 함께 해주셔서 다시 한번 깊은 감사 말씀을 드립니다. 但现在去宣布，感谢武汉肺炎的病人又搁增加169个人，和患者累积到1100多人。第25号出现了头一个外国人，蒙过一个查甫人死亡。因为新增加160多名病人内底，其中130多人是伫同灾区大区市，而大区市的市府职员伫25号确定感染，和大区市宣布关闭市政府大楼进行消毒，数百名的市府职员必须要伫厝工作。 지금부터 일주일이 코로나19 확산 저지를 위한 중대한 시점입니다. 우리 시는 이에 맞추어 발병경이 가장 많이 노출되었던 신천지 교인에 대해 집중적으로 검사하여 확진자는 병원 격리, 음성이거나 증세가 없는 사람은 자가격리에서 집중 모니터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同款是疫情严重的国家日本，目前北海道的病人已经超过东京。和北海道的地区苏都区闹密集，考虑要和所有的公立学校停课。而四国地区的德岛县嘛出现了头一个肺炎病人，这个病人是60多岁女性患者，为英国籍邮轮船长公主号落船了后，搭挂翠暗坐转接车到地铁，搁坐飞行机甲厝内车返去厝，了后就无出过门。 因为疫情影响，包括日本职业脚球联赛、真侪运动比赛拢延期。外国媒体《纽约邮报》报道，国际奥运委员会的迪克庞德表示，但是5月底之前，日本国无法度控制疫情，东京奥运都有可能取消。记者林世彤报道。咱讲韩国过去有这个 MERS 疫情啦，啥即回啊无得到这个假释咧吼。啊，咱讲这个日本啊吼，本地咱拢认为是公共卫生的这个模范生啦，啥即阵诶。 医疗会安尼帮办吼收袂掉，咱先带大家来看一张图。这个安倍政府哦，讲为模范生变成是个传染大国啦吼。咱看到这个中山医学大学的这个附设病院哦，这个儿童科的这个主任伊就讲到了吼，中国这个春节迄当阵哦，这个即阵啦吼是去日本佚佗的这个官方啦吼，啊有这个sakura这个。 季节啊，2020年东京奥运特别伫7月中啦吼来举办，啊，互日本政府咧看清到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风险，选择徛歪这个咱讲的经济利益啦吼。另外咧，无实施着严格这个边境这个管理啊吼，啊，咱就看到即阵安尼拖过这个局面啦吼，啊，有注入。 日本的这个主持人、这个记者，伊嘛讲吼，日本真正是想看清这回疫情的这个危险性啦吼。一开始无当着中国人来到日本吼，咱讲日本人本地就是守规矩，啊，国际组织讲啥，伊就做啥啦吼。所以这个过去咱讲着这 WHO 啦吼，啊，伫遐讹到这个中国啦吼，啊，互伊这个建议，咱看到就是影响到这个日本这个错误的这个判断啦吼。另外，这个哪国亚这个外国语的这个大学教授，伊嘛有讲着吼，中国问题从这个。 看破了后，日本政府爱安怎做是会批评着中国，还是讲这目睭客客，装作是无看到啦吼。啊，嘛有这个网络的朋友头顶讲，日本人就算是这个当兵啦吼，拢习惯食着一个药啊，就去坐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就来去上班啦吼。啊，有几个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内底，这个和歌山这个医师就是食这个退烧药啊，继续来做工课啦吼。所以有侪因素伫。咱讲着有日本这个。 旅游贵的这个因素，啊，嘛有讲看清这个防疫这个概念，嘛有讲到这个日本人伊本地哦，在食药啊，可能就是咱看这个日本这个药妆店啊，开了真济，你会使去买这个退烧药啊来食啦吼。所以这种种这因素，和日本安尼疫情嘛是无当收煞。咱继续请教吴教授。我讲日本人吼，一个民族伊爱有一个目标，是，咱有国家咱有目标吼。 所有人拢会去执行这个目标。是啊，但是你这个目标吼，若是无讲替代的方案吼，伊毋知安怎做。啊，伊是最好耍的民族。是。就是讲日本吼，即届要这个东京2020年奥运吼是第二摆吼，第一摆1964年吼，你看伊当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到1964年才19年尔，19年的时间伊当举办东京奥运吼，你看。
是因为一届东京奥运吼，大家拢有钱起来，大家有希望嘛。但是这届奥运是讲1990年代巴布鲁克赛嘛，阮讲的是经济变歹去吼，亲像这个泡沫啦，泡沫嘿，巴布鲁克赛嘿，但是以前你看30年的时间，日本的少年吼，唔知影。什么是经济好的时阵？你若是1990年出生的人，你到即马唔知影什么是经济好。但是即马即届奥运吼，互因有一个希望，是讲啊，阮若办就举办即届奥运吼，阮国家就有钱起来，咱就有希望。哦，但是奥运若无办吼。因为是国家的希望是无去，是。还佫有一个，我看还佫有一个真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阮讲官僚文化啦，个官僚文化吼，是真伊人讲阮佫 cover 真侪代志吼，甲真侪代志看唔起来。还佫有你拄仔有一个举即个例就是讲，因真惊搅扰别人，就是我若破病。我就交了别人，是我要安怎做，我就扛起来，是，我就莫互人知。吼，因为有一个人破病的人，就是讲，阮莫互伊出现伫社会内底，就是莫互人正常人看到，甲伊关起来，你莫互关，因为真侪人吼，关伫厝里，几十年袂出来。伊就讲，伊袂当去上班，我就甲伊关起来。但是破病的人，我嘛是甲伊关起来。就是讲，咱来破病，我卖出去，卖洪灾，就卖互政府灾，互政府灾哦，这有可能东京奥运就袂当举行落，所以讲因真惊共搅扰，就是这个惊共搅扰的文化吼，嘛造成因讲无这疫情吼。袂真侪严重的问题，袂当公布出来。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民族性嘛，针对着这个回疫情啦吼，可以小摊开另外一种原因。还佫有一个真诶问题，就是讲2000年以后吼，日本的旅游的文化、旅游的人数足侪，拢甲中国较关系。2017年吼，因有差不多3000万人的旅游的人数。是。因2020年今年东京奥运举行的这年吼，因想要有一个希望，希望到4000万人。是。就是讲因以前的经济吼无好，但是这个旅游的文化起来。中国人入去，台湾人入去，泰国人入去，吼，互伊讲啊，阮阁会当趁钱啊，就是讲咱伊真惊讲啊，阮若讲遮个人袂当来吼，阮的经济阁变歹，所以讲因真惊遐讲安尼，阮的经济阁无好去。是，所以种靠这个东京奥运啦吼，来救经济啦吼，咱讲因为过去这个日本经济较歹啊吼，毋过到底这东京奥运是会当办还是袂当办？咱来看讲这个日本首相啦吼，安倍伊是安怎讲的吼？啊，甲这个咱讲这个国际奥委会啦吼，因是安怎讲？咱讲这个过去咱拢甲这个 WHO 吼。甲因有这个密切的这个合作啦吼，导致这个准备奥运的这个准备工作未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迄是2月初4的时阵，这个日本首相伊安尼讲的吼。但是咱看到这个东京奥运这个筹备委员会这个主席伊嘛讲啦吼，免开甲大家讲，未啦吼，未这个延期也是讲无爱办啦吼，已经是做有真好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方式。毋过2月25日，伊就讲吼，5月是一个关键期间啦吼，就是讲疫情若无伤严重，就就会当照常来这个进行啦吼。啊，今日咱阁看到这个东京奥运的大臣啦吼，桥本圣子伊嘛讲吼，国际奥会已经提供着相关的这报告，表示讲吼，一切拢会照原计划来照办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组长照一个提供吼，这个一个数字就是讲，中国目前的这案例是有减少，但是咱讲东亚地区、欧洲地区拢安尼已经小摊开啊吼。这代表是啥物？这个病毒已经突变了嘛，还是讲已经改良啊？吼，咱头拄有讲到这个韩国1146例，我有看到报道头顶有写讲吼，这个病毒吼已经适应着韩国遮啦吼，啊，伫其他这个地区是毋是已经有这个突变的这可能？这病毒是咱叫做 RNA 病毒，是较够突变无毋对，但即马短期内底变遮济吼，是无啥足可能的啦吼。当然，咱咧讲一个叫做超级感染源。
一方面是咧讲病毒，但是这病毒有变化无？这爱用基因来系列来查就知影啦。但是我是较无想讲会变遐紧吼，主要是传遐紧，我是带这个病毒这个人，伊活动性强啊无强，伊接触安怎个接触？啊，这个病毒本身是感染力是真强，闻唔到，像伫家族内底、家庭内底，真容易个10个内底个5个、4、5个拢会感染，这闻唔到。但是伫外口，因为接触较少个无，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韩国遮大，我是接触接受，因为这个一寡因的教会文化。伫这点来讲，是日本是。给足好，日本的叫自主健康管理，因安怎环境的清气啦，什么这拢是全世界上好。我迄阵SARS了吼，因为东京大学有请我去演讲，我特别去啊，一方面是去甲因讲台湾的经验，一方面是去看讲因啥啦无啦。SARS 啥无，这表示讲吼，这有一定的基础。这边政府的做法，坦白讲，咱台湾的政府做法，全世界学了吼。日本加韩国输咱忝忝，这是政府的快速专业做防疫，这点因输咱。但是老百姓家己咧保护家己这部分老百姓概念是日本吼，赢过咱台湾哦。咱台湾要有人酷搜哦，因是较袂哦。但是因即摆一共170个无毋对，但是因的控制，我会感觉因人民的力量要出来，会慢慢来。倒数韩国吼，因为伊这吼。一个开始个因几啊百个吼，这人会去团吼，这小团这个部我是感觉短期内会去起哩啦。哦啊，但是尾啊是毋是为了换落来啥？因为这大家总讲禁止这个活动，卖接触，迄个叫武汉湖北是讲一个风险拢袂使出来啊。啊，伊要出来咱嘛无法出来啦，全世界拢甲冻掉了。啊，那安尼因影响力有影落来啊，这样各种家己去搏起来啦。啊，该搏起来就开始无注意，啊，即摆开始注意。我是用这个减少活动，安尼我会使下降。什么人较搞做这？日本啊，我看日本就我们一开始是无注意，但是因个人的健康，但我即摆讲安拢伤早，搁一礼拜会较看，看讲韩国是不是还在厉害，但日本是不是开始往下走？啊，这个怎样讲？是不是这个民主性交讲？咱的人民的力量拿出来。这个疫情最后还是会可以控制啦。是，就是这个一礼拜后，咱过来继续观察讲吼，是不是这个日本甲韩国，咱讲过去日本嘿有差去啦吼。日本是本地安尼，因为选择公主后安尼规个撑起来啦吼。啊，尾咱看到是尾啊，韩国是短期内一礼拜内吼10天之内安尼规个摊甲变1千啦吼。但是迄个钻石公主号吼，这个部分拢是会去大院，若是感染拢去大院，即话等于人会去追踪啦吼。这个追踪是足重要。但韩国不讲，韩国一个就是社区。传染足侪啊啦，所以就是我看我足担心的啦。有影，咱讲这个台湾防疫吼，真做是这个互人恶扰的这个部分吼。美国甲这个德国拢有这个官员吼来甲咱做恶扰啦吼，就是讲咱伫遮咱做的吼，拢是让做防疫的这个模范生啦吼。啊，咱看到韩国甲这个日本的有的人都留言啦吼，咱讲为虾米这个韩国遮吼为虾米袂当禁止中国人来入境吼？台湾政府会当真够做代志啦吼，咱国的这个政府袂晓，因是讲韩国这地啦吼。啊，有的人搁伫靠笑亏伫日本的这论坛头顶写讲吼，这个台湾已经独立啊吼，变成啊台湾已经独立，啊日本变成是这个中国一部分啦吼。这嘛是真趣味这一种讲法啦吼。咱继续来请教两位这个老师甲教授啦吼，就是讲咱要咱看讲韩国人因这回是民族性吼，有的人搁讲啊，恁的总统甲咱换总统好啊吼，蔡英文换过韩国去啦吼，啊这个文在寅这个部分甲恁相换哈，啊咱台湾人当然嘛无同意吼，啊咱去看因这个民族性这部分。其实即马韩国伊的状况，因为伊4月份本来是爱选举嘛，对，爱选举其实因进行总统选举以来，还搁进行选举以来，伊即马变成讲，政治在野党甲迄个执政党吼，伊中间的迄个对立还搁存在，吼，所以因其实。譬如讲，伊若反对文在寅的人，伊就可能掠即摆机会，伊就一直批评伊。吼，啊嘛是网络确实有人讲，台湾即摆做了袂歹。啊，毋过其实嘛是有一部分吼，因为我接触的一寡韩国朋友吼，其实因其实拢有在替中国讲话。我坦白讲，韩国来讲，因其实政府的政策，因是要含中国。维持较好的关系，这是事实啦。吼，所以其实因有一部分的人是在替中国吼来讲，说明讲，因安尼种卖情形是愈来愈好，啊，佫也无
因民间是安怎吼啊，都有一点不一样的讲法。我是感觉讲，伊种啊社会吼，变成讲伊还佫算有一寡选举的迄落气氛出来，所以因其实无讲足共心。我感觉台湾即摆真难得的就是大家共心，吼，算相对来讲是较共心的啦吼。对，还是韩国因民族性来讲的话是。可能我是感觉政治的影响啦，有政治的影响伫地啦。是，所以嘛是好理解。我就关心哦，你看伊啊，你讲口罩之乱哦，来韩国唔讲口罩之乱，那是口罩不乱。以迄个概念，就咱包机回来来讲吼，其实在野党的市长吼有配合，我是感觉这部分是有配合。所以真正这个防疫爱共心啦吼，才有法度把这个规个这个防疫会当做甲真好势啦。今日非常感谢所有乡亲好朋友的收看，那么感谢所有来宾，感谢。